免費下載艾多美 App， 登記成為新會員，揀選單，撳加入會員，港澳會員，條款細則逐條睇，撳入去碌到最底，撳我同意，其餘3項照樣都係咁做。剔好晒，然後撳埋下邊嗰半 part， 繼續下一步，選擇所屬區域，然後輸入手機號碼，然後撳發送手機驗證碼，取得驗證，輸入編碼，繼續下一步。輸入個人資料包括中英文姓名，留意返要跟身份證上面嘅姓名，然後揀選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。下一項設定密碼，留意返設定密碼要8至14個位，包含英文字母大細階加數字加特殊符號。最後輸入電郵地址，再去下一步輸入身份證號碼。輸入推薦人會員號碼，確定所輸入嘅推薦人資料正確，然後去下一步。若然發覺真係揀錯咗，都仲可以更改，先至去下一步。最後確認資料無誤，會員註冊正式完成。希望呢段短片幫到你如何登記新會員。